化妝師不想消遣去 Wow Colour 究竟會買啲乜嘢 ？Hello， 我係化妝師 Elise， 今次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喺 Wow Colour 必買嘅產品。第一樣係小奧丁嘅液體高光同陰影，不得不讚佢個陰影顏色 fit 晒我哋亞洲人嘅膚色，係一種明顯帶灰調嘅 tone， 而光影係淡淡啲嘅粉紅，做到好自然嘅提亮感。之後就係呢支雙頭定型水眉筆染眉膏，染眉膏可以做到眉毛向上定型，做出好自然嘅野生眉效果，而且個刷頭好細，可以好精準咁將每一條眉毛均勻染色。而另一邊就係水眉筆，化妝初學者可能比較難操控，建議喺手或者白紙度練習幾次先至畫上眉。繼續仲有大家應該都好熟悉嘅 Judy Doll， 佢哋嘅修容組合又係絕配顏色，粉質超幼細，啞光光影適合瑕疵火粒皮膚。呢個光影不得了，拍片影唔到佢嘅幼細光澤感。陰影依然係黃皮膚最愛嘅灰調陰影色。之後再嚟介紹校色嘅兩支唇膏色，一支係水潤嘅蜜桃色，另一支係霧面帶酷通嘅豆沙色。兩隻顏色同包裝都咁靚，仲要係幾十蚊一支，學生黨衝得過。再嚟到身體護理部分 ，Vaseline 呢支絕對唔簡單，唔係單純 body lotion， 而係一支美白、潤色、潤膚，仲有埋防曬功能嘅3合1 body cream。咩話？呢支仲帶有閃粉，有美白有防曬都唔夠，仲要有得閃，非常啱新娘子 pre-wedding 或者 big day 外影嗰陣用。最後一樣，基本上每次嚟都會補貨，認住呢個卡通同顏色嘅雙眼皮膠紙，形狀 size 有好多選擇之餘，佢嘅黏力好夠，而且好薄，真正做到隱形自然。如果想知道我今次買嘅產品顏色色號詳情同清單，留言 Wow 再 send 俾你。下次見，拜拜。